各位中节所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228事件74周年，同时也是林家祖孙受难41周年。我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前来义工教会，参大家共同缅怀对死受难者，同时共同和大家为台湾祈福。228事件是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上悲惨的事件。228事件让台湾一个整个世代精英都已消失去，真侪家庭支离破碎，家属因为惊吓，因为伤心，真侪人因此摒孤海外。数十年来，嘛，真侪人，真侪台湾人，唔敢讲，也唔敢抬头，追求属于台湾人的天光。一直到30几年前，李胜勇律师、陈南明先生、陈永庆医师、黄兆凯先生等有志，伫台南市举办台湾第一场要求政府平反228的游行，从此了后，台湾社会一帮接一帮，一波刷一波，投入台湾民主运动，终于专制独裁时代走入历史。台湾人共同迎接民主的时代来临。按李登辉前总统开始，历代政府对228事件有那重视种种的努力，包括认错、道歉、立碑、用活动纪念，同时呢公布真相，恢复名誉，同时进行回想。蔡英文总统伫2016年就任了后，更加积极推动转型正义。伫我行政院院长任内，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，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，同时通过档案条例，征集放伫各部会、各单位的资料，同时有那连续进行4波刑罚有罪，并撤销的名单，互迄个时代受难的人、受到不当审判的人，会当恢复因的名誉。但是这拢无够，政府犹原来继续努力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同时蔡英文总统有来要求行政院成立国家人权博物馆，包括伫绿岛，包括伫景美，同时也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。就是要向台湾社会宣示，这个历史事件，台湾社会进行深层的反省、检讨，得到教训，让台湾会当以人权立国，让每一个人伫这个土地上生而平安，就是像拄啊林明仁牧师所正道所讲的同款，大家拢会当伫这个土地上。会当平等、平安，伫这个所在来生活。但是每一年，我相信台湾社会拢会去思考一个问题：咱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面对这个历史性的事件？我个人认为，应该爱护受难者，爱护家属，爱甲支持。当然，每一个事件的受难者，甲伊的家属面对的问题无同款，但是义工教会所采取的方式，无定会当作为一个学习的典范。41年前，林家祖孙发生命案，迄是何等悲惨的代志。但是咱义工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大家用慈悲、用爱，伸出温暖的手。伫受难的所在建立义工教会，传播爱甲平安。
第二呢，我认为咱应该爱继续巩固民主、深化民主，绝对袂使行回头路。所以咱一定爱守护台湾的主权，绝对无行转去过去专制独裁时代，到我都通避免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。当然，这款的目标需要拍拼的代志还佫真济，包括拄仔林牧师所讲，台湾这个岛上，大家一定爱团结。每一个人生日平安，家庭平安，台湾也要平安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咱努力，咱一定有法度通达到目标。最近美国总统拜登就职的时阵，有一位美国年轻的诗人，叫做阿曼达·戈尔曼。伊伫就职典礼内底，伊读伊所写的一首诗。其中的一段，伊是安尼讲：光一直拢存在伫遐，只要咱敢看，只要咱敢成为光，时间若到临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勇敢成就，无任何惊吓。我用这话参与公教会各位兄弟姊妹共同勉励，多谢大家。